啊，那这个秋冬的季节嘛是流行感冒的高峰期。医师讲，这个流行感冒甲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的症头真相共。若是第一线的医疗院所无充足的快筛的试剂，那呢参病人家己嘛摸袂清楚，会造成医疗资源的负担。所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今年无论如何，上好每一个人拢爱去做流行感冒的预防针。火药南反冲药滴这个检测片滴10几分钟，就使知讲敢有去喂着新冠病毒。秋天到啊，专家提醒讲，上好好第一线的诊所病院拢有快筛的试剂，安尼较袂好医疗量能挡袂掉。其实都是类流感啊，所以你非常难区分，除非有出现，比如说味嗅觉异常。医生讲，因为喂着新冠病毒病人需要隔离，就惊讲共款有发烧、呼吸道症头的流行感冒的病患被误判，也是采检时伫等结果迄2天，嘛需要伫负压要隔离病房占用资源。流感新型冠状病毒当时快筛安尼较紧，指挥中心讲，各单位会使家己评估去采买，不过台湾的快筛干那一间厂商得到核准上市，抢货嘛是一个大问题。今年最好每个人都要去打。到了医生手上的类流感的病人，就比较有可能是新冠。那去检查呢，阳性率也会比较高。那也没有那么多病人需要做检查。另外，流行感冒疫苗公费干了600万剂，专家嘛建议讲，公费范围外，像18岁到50岁这个族群的人，会使家己开钱去做，安尼较保险。